1872尺全新精裝嘅3房3衛，擁有一線園林靚景，全屋嘅品牌家電家私全部送晒，拎多識住，而家僅售178萬。大家好啊，我係 NC 房訊圓圓，今日帶大家睇一套雅居樂天禧嘅靚盤，單位喺21樓黃金樓層，2梯3戶低密度，管理費係3蚊5毫一方，跟住鏡頭即刻入屋睇實景。喺入門嘅右手邊有一整面訂製鞋櫃，做工靚，真係超實用，收納空間直接拉滿。跟住就嚟到咗呢個636尺嘅大客廳啦，開間有3.4米，超級闊落。先嚟睇下呢一邊係做咗訂製嘅特色電視櫃，加埋電視背景牆，仲送埋一台大電視添，頂上仲配齊咗中央空調，整體布局超正啊！大家行前嚟少少，呢度就係179尺嘅主露台啦，真係全間屋嘅亮點嚟嘅。西南向嘅朝向喺度望落去，唔單止可以睇到小區嘅內園景同埋泳池，樓間距仲係好闊落嘅，視線完全無遮擋，可以將一線嘅園林景觀盡收眼底啊！而成個露台空間可以話係超級寬闊。無論係擺健身器材喺度做運動，定係種翻啲花花草草，打造一個私家嘅小花園，都完全夠晒用。入翻嚟屋企，我哋去到另一邊嘅餐廳區域睇下啦。呢度中間擺咗張6人嘅圓台，後邊仲做咗成面嘅訂製餐邊櫃，儲物加展示空間都有齊，設計好貼心。喺餐廳旁邊就有個超大嘅開放式西式廚房啦，空間闊落又實用，中間擺咗張島台，而旁邊嘅位置係配齊咗嵌入式嘅冰箱同埋烤箱，高端又慳位，仲有電子灶台，日常整西式簡餐都好順手。繼續往前行入去就係51尺朝西北向嘅中式廚房啦，呢度係專門留翻嚟整重油重煙嘅菜式。抽油煙機、燃氣灶都配足晒，吸力夠晒勁，唔需要驚油煙會散出去客廳嘅位置。成個廚房無論係西廚定係中廚，都做滿晒收納櫃架，每一處空間都利用得淋漓盡致，煮食收納都超方便。屋企人多，煮餸都唔會怕逼結。喺廚房出翻嚟，大家睇翻餐區後邊嘅呢度，擁有成面嘅超大落地玻璃窗。採光非常靚，而且視野真係無敵啊！下邊我哋行前少少就嚟到咗44尺嘅生活露台啦，朝東北方向。雖然呢度面積唔算大，但勝在夠晒實用。呢個露台係專門留翻嚟做生活功能區，擺洗衣機、烘乾機就啱晒啦，仲可以擺清潔工具、拖把桶呢啲雜物，將生活瑣碎收納得整整齊齊，又唔會佔用客廳同房間嘅空間。跟住落嚟，我哋一齊去到走廊，去睇下每一個房間嘅情況啦。一齊去睇下第一間房先。呢間房嘅面積係139尺，朝西南方向。房間嘅後邊有玻璃門連住主露台，夠晒通透。房入邊都係配備咗獨立嘅空調嘅，而且仲安裝咗到頂嘅訂製衣櫃。房間嘅空間夠大，喺度擺一張1.5米嘅床係完全冇問題噶。行出嚟過到對面就係49尺嘅東北向客圍，我哋可以見到鏡櫃、洗手台同埋智能馬桶都係配齊嘅。淋浴區域做咗乾濕分離，地面仲做咗防滑嘅設計，而且後邊仲有埋通風窗添，令到整體採光相當唔錯。客衛嘅隔離就係第二間房啦，佢本身都係套房嚟嘅。先嚟睇下套衛，係44尺，朝西北方向，同樣係配齊咗鏡櫃、洗手台同埋智能馬桶嘅。淋浴區域都做埋乾濕分離。從套衛出嚟就到房間啦，呢度嘅面積係190尺，朝東北方向，整體空間夠晒大，而且仲配咗獨立空調。喺飄窗位置望出去，視野好舒服。房間入邊係安裝咗訂製嘅到頂衣櫃嘅，儲物好方便。空嘅位置可以放到一張1.5米嘅床。
行返出嚟少少，我哋可以睇到走廊嘅盡頭整咗個好靚嘅背景牆嘅，跟住佢嘅旁邊呢，就係第3間房啦，同樣都係套房嚟嘅。呢邊嘅套位有72尺，朝東北方向，成個空間非常大，基本嘅配置一應俱全，而且後邊嘅位置呢，係擺咗個超大嘅浴缸架，採光同通風都好好。從套位出嚟可以見到門後邊就有一排嘅訂製衣櫃，轉過嚟就係房間啦，整體面積227尺，朝西南方向。喺飄窗位置望出去嘅景觀同主露台睇到嘅係一樣靚㗎。房間入邊嘅空間夠晒闊落，採光都一流。值得一提嘅係，房間入邊仲有一處到頂嘅訂製衣櫃，加埋一齊收納嘅空間非常充足。中間位置擺多張米8嘅大床係完全冇問題㗎。最後嚟返個小總結啦，今日介紹嘅呢一套靚單位總價先至178萬，全屋都係用咗馬可菠蘿瓷磚，一線衛浴，訂製咗衣櫃、酒櫃、鞋櫃都係配齊晒嘅，家私家電都係品牌貨，全部送晒，拎包就可以入住啦。如果中意嘅朋友，歡迎聯絡我哋。後邊會有小區介紹俾到你㗎。雅居樂天禧係位於中山市五桂山御龍山片區，呢2年非常多嘅港澳人士選擇呢一個片區，因為片區入邊會有直通巴士站，每日有10班車往返香港。由御龍山去順昌、大潤發等大型商場係8分鐘左右，而未來去到新嘅三甲醫院係3至5分鐘，去中山溫泉酒店都係3至5分鐘。呢一個片區比較安靜，空氣清新，而天禧旁邊就係中山高爾夫球場。目前御龍山片區嘅配套越嚟越完善啦，又唔怕水浸喎。雖然係屬於五桂山鎮，但係享受緊三鄉嘅配套，供應係性價比非常高嘅區域。如果你嘅預算唔高，咁就可以優先考慮一下呢一個區啦。港人社區，同聲同氣。天禧嘅發展商係雅居樂，樓齡大概係5至9年，物業管理公司係雅居樂雅生活，物業費係3個5毫一方。呢個小區嘅園林綠化真係保養得超級好啊！總體係法式風格，一步一景，成個小區好似建設喺個公園入邊咁。小區總共係20棟洋房圍合而成，主要都係大平層為主，遙望一線高爾夫球景，面積就去到咗189平方以上啦。樓層總高係25至29樓，小區入邊有天然氣入戶，實現咗人車分流。車庫係喺負1層，地面仲有充電樁車位添。小區入邊有一個超大嘅泳池，每年6至8月份先會開放嘅。喺小區附近就有一間大型超市，無論係買餸買日常用品都係非常方便嘅。仲有一間中式茶樓鳳鳴軒，有早午飯可以食。喺附近洗車、美容、按摩嘅店都非常之多。天禧對面仲有個健身房添。可以話生活配套齊全。如果對今日介紹嘅單位感興趣嘅話，歡迎聯絡我哋。我哋房源咁多，一定會有合適你嘅。我哋會為你提供1對1嘅完善服務，包括幫你開通電話卡、銀行卡，方便香港匯錢入嚟買樓，售後手續跟進，以及後期辦理居住證、購買醫保等等。我哋仲會手把手咁教你使用大陸嘅 App， 讓你喺大陸生活完全冇難度，做你嘅大陸生活盲公竹。近期節目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感謝你嘅收睇，下一期再同大家分享優質樓盤啦。